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悠悠。今日把聲壓低啲咧，因為屋企人瞓晒覺。之前未開咗個深淵第11層，但係咧因為嗰次係高配關係，太快打完，後面好多技能冇出啊。咁今次直接4個500萬戰左右就帶一條絲俾你哋睇下真正嘅低配。好，我哋開始啦。咁深淵咧就記得每食一次非指定嘅傷害就有紅牌3次出局，所以走位好緊要。咁一開始咧，記得一定要俾個彈開黃先，因為彈要食一個圓形傷。唔夠550戰嘅人建議直接食橫過，其他人同佢行同一個方向，但係唔好太近。彈圓形後面會有線翼，同之前個魔神一樣嘅，即係個人馬魔神。咁跟住有一個 AOE 啦，如果本身輸出連呢個 AOE 都頂唔住咧，你就唔使打噶啦。嗱，跟住呢度4個圈出馬仔，咁咧呢4個圈都要避開嘅，避開咗之後咧再睇佢個方向去走位就得噶啦。暫時去到呢度都係簡單嘅，因為而家都係啱啱開始啫。咁地下有提示啦，第2次出馬咧就會帶埋個小型傷害。除咗例如呢個半線形啦，跟住你就揾啲空位啦，又或者個中空圓形啦，近戰可以企中間。最緊要就唔好貪刀咯，係啦，呢個就隨機落針，落咗針之後咧，佢會喺個格度畫圈，嗰個格就危險嘅，咁你企側邊就得噶啦。跟住咧就畫線。點畫線大範圍上，如果兩邊交叉咧，就通常上下，就好似而家咁啦。咁如果有陣時佢係兩支針黐埋咧，咁咪就係另外嗰邊咯。嗱，擺4角，睇住中間佢個圓圈。例如今次佢嘅提示方向咧，佢係向左轉嘅，即係安全範圍向左，就擺4次。嗱，第1次，佢跑去左邊，第2次。下面第3次，跟住隔離第4次，咁佢呢度幾快？呢度咧最多人食晒3張牌拜拜嘅，跟住又有一個 AOE 啦。咁跟住咧就玩次序、衝線、跑馬仔，1、2、3、4咁樣嘅。如果可以咧，就揾佢個中空。即係空白位，如果唔得咧，就好似我咁啦，變咗每跑一隻咧，就走去隔離線咁樣啦。咁跟住中間之後，即係50% 打後會有破盾。除咗塔之外，其他人建議留橫過劈死佢，因為破唔到盾都係會全滅嘅，即係團滅嘅意思係。好啦。咁跟住咧，呢個就直線，即係黃玩跑酷跑 online。咁咧，總之佢嗰條線嘅右上方兜圈跑，佢呢條線有陣時唔一定好似咁樣向下線嘅，可能向左線向右線。嗱，總之你哋咁樣睇，因為佢就係得一條邊嘅啫，所以就圍住個正方形行，咁樣就冇事噶啦。總之佢個格仔咧揩到都死嘅。嗱，跟住落針，今次5支針啊，所以個範圍就好大。咁我好明顯就行錯路啦。其實應該見唔到右上角有個安全位嘅，我行唔到，咁我就食咗個牌啦。嗱，跟住3針畫線，所以你注意到冇針畫線嗰邊咧就係安全嘅，所以就要跑過去嗰邊啦。跟住有咧個 AOE 啦，AOE 佢係唔會食牌嘅，因為佢逼你食噶嘛。嗱，跟住又嚟擺4個啦，今次向右2，第3次，第4次。好，跟住又嚟次序跑馬啦。通常次序跑馬同埋擺4個係最容易食牌嘅咯。嗱，你見我都唔知自己想點啊打到，因為其實咧拖絲打咧，我哋試咗半個鐘啦。嗱，跟住呢個咧就好值得講嘅，
因為由蛋第一次變身之後到後面呢，啱啱好重置完，所以用橫果最好嘅。咁最主要就精神啦，精神打啦，4個500萬子打一個 OK 嘅。蛋同寶最低要求440，輸出就梗係有幾高得幾高啦。打多幾次其實就會慣噶啦，都幾得意嘅。隻王打人就唔算痛嘅，但係希望佢下次唔好改強咯。暫時係咁多啦，有機會我哋再見啦，拜拜。